欢迎大家收听台语唠英文。Learning English in Taiwanese。今仔日要讲的单元是三只小猪仔之荷兰人的勇气。三只小猪仔之荷兰人的勇气。真久以前有三只小猪仔，因虽然是亲兄弟，毋过个性天差地远。因为庄仔内有一只野狼非常的恐怖，三只小猪仔决定要来起厝。大兄起了草仔厝，二兄用柴头来起厝，上细汉的非常用心，伊用砖仔头来起厝。即天天色渐渐乌起，野狼出现咯。伊来到大兄的草仔厝，用伊的大喙一歕，草仔厝煞来倒去。大兄这个时阵心内非常的紧张，已经走去二兄的柴厝，毋过柴厝互野狼一歕嘛，强要倒去。两个人最后煞来走去小弟的所在。小弟非常的有信心，伊敢保证讲安全绝对无问题。看到小弟这样有信心，二兄偷偷对大兄来讲：伊今仔日特别勇敢，那亲像是荷兰人的勇气。He's extraordinarily courageous today, as if he has Dutch courage. 大兄敢若听无，伊应讲：你是讲荷兰人的勇气是世界有名的吗？ Are you saying Dutch people are world-renowned for their courage? 听众朋友啊，您知影啥物是荷兰人的勇敢吗？其实这是代表一个人啉烧酒了后所出现的一种酒后的勇敢。伫故事当中，因为上细只的猪仔平常时无遮勇敢，所以二兄才来讲，伊可能是酒后的勇敢。所以你若想要讲，为着要壮大，伊大口啉了几杯酒，你会当讲 To need a bit of Dutch courage, he gulped down several cups of wine. 当然啦，故事的最后，上细只的猪仔起的砖仔厝，当然嘛无互野狼来破坏，三兄弟平安顺遂。好，咱最后再来复习一遍荷兰人的勇敢，也就是酒后的勇敢。Dutch courage. 第一句，伊今日特别勇敢，那亲像是有啉酒哦。He's extraordinarily courageous today, as if he has Dutch courage. 第二句，为着要壮大，伊大口啉了几杯酒。To need a bit of Dutch courage, he gulped down several cups of wine. 短短几分钟，又搁互大家来学着俗语，是毋是真正赞呢？有任何意见，请写伫后面甲咱讲哦。咱后一集再相逢。